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2月2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米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文字。上帝爱世间人甲伊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，就算是人常常违背上帝、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上帝依然用文字来对待因，互因会通回转，会当来甲上帝重新建立合宜佮亲密的关系。先知米迦伫米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讲到上帝是一个独一性的，甲伊的特质就是用灵敏文字来款待遐个要离开真道的人。圣经讲，上帝减有别个神会当甲你比，你赦免罪过，宽赦所剩的子民犯的过失，你无永远肯受气，反倒当以爱灵敏。你会个一遍来灵敏阮，将阮的罪担伫脚底，将一切的罪迄伫心海。你一定照你古早对列祖立誓的应允，用信实来款待雅各，施了主爱护亚伯拉罕。基督徒甲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，是靠着上帝的文字，毋是靠着这种真啰嗦的这个规范，还是遵守律法来。这个文字就是上帝一贯的计划，透过耶稣基督，白白将这个恩典来赏赐予世间人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，保罗安尼讲：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咱毋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个做见证，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是通过信耶稣基督。上帝安尼对咱所有信基督的人，拢无差别，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，抵到上帝的阳光得袂着。不过，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，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，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。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，伫过去伊用来先对待人，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。要伫现今这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，佮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那安尼，咱还有啥物通看口？拢无靠啥物法则？靠行为是无？毋是，是靠着神的法则。所以，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。只有对信上帝，兼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伊也毋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既然上帝只有一位，伊受受割礼的犹太人对神，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安尼讲，咱因为这个神煞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。诗篇32篇，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这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干杂，上主无算伊有罪，
即款诶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海餐，连骨头拢打起。你诶手每日动刑罚我诶精力亲像互热天诶日头晒甲打去。有对你排列我会做，无隐瞒我会做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虔诚的人拢着通找你的事来对你求讨。大水泛滥的时，一定袂淹着我。你是我闪秘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冠施面为我。上主讲，我要甲是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做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，因为因着用马甲姜马律术会约束者会顺服。歹人会受真济的苦痛，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自爱死命为伊。义人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，心正直的人着大声欢呼。感谢主白白的恩典，超过耶稣基督受赎予阮，叫阮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得到救恩。直到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